你们知道曼城运动吗？是从意大利慢食主义衍生而来的。这个曼城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保护地方文化跟传统。而我今天要造访的乡城是台湾获得国际曼城认证之一的城市哦，苗栗3义，我来喽！哇哦！ 那条水凤色嘅玫瑰真经很香哦，俩下迄玫瑰开到动脑嘅世界，通讲俩到尾嘅做得老暗藏嘅玫瑰，从头到尾规身都带转去哦，都带黑暗用呢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哇呀，到尾嘅玫瑰佢都是喺动脑诶，哎呀，冻浆啊，係呀，聽通講有到尾嘅玫瑰做得從頭到尾帶轉去哦。做对啦。哦，我们这边有试做那个 DIY， 当然一款啊哦。好啊，好啊。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，这座大花园里有上百种的香草植物，而其中有好几种花香都可以用来手做成生活用品哦。那今天我要来手做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做沐浴球了。然后跟着我一起做。这个是去角质盐，很多力了。全部吗？全部都了。哦，有一些都会称呢，像小时候的那种化学实验课，不是科学面啦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搓的像科学面一样倒进来。真的吗？真给那样，想做出完美的浪漫沐浴球，除了把材料包照着顺序混合之外，还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努力不懈的搓。看着这渐渐被上色的粉末，是不是很疗愈呢？我觉得爱泡澡的少女们都应该来体验看看哦。哇！闻一下，有点玫瑰的味道。咖喱嘅。按用就做哪些色身的吗？做对泡澡，泡下去以后，整个身体都会有玫瑰的味道。啊，原来呀就会很多。对。鬼从头到尾都老玫瑰带转去不看。有给蜜头在动用，而且也有鬼电影像诶。不过呀哈很重得老几甜痛，对不对？呀哈黑玫瑰开到动脑嘅世界。浪漫的花园里，每走一步都能够闻到花香，真的是浪漫极了。